我隻左手擘唔到咁闊啊，即係嗰個闊度。咁我就彈唔到一個音啦。咁我點算呢？一係就咁樣啦，跳得好大啦個範圍；一係就 skip 咗依個 note 唔彈，就用呢隻手彈。現時喺多間院校任教鋼琴嘅黃愛欣係今年嘅10大傑青之一。黃愛欣出世嘅時候，手指只係得3隻係完整㗎，但係身體嘅殘缺並冇阻礙佢追尋音樂夢，反而令佢領悟到人生道理。即係譬如我以前細個，我就覺得哇，呢一雙手我點算啊？即係透過呢樣嘢，我又覺得俾我去睇翻我嘅人生咧。即係其實好多時好多困難咧，唔係單一嘅解決方法咯。其實有好多嘅角度可以去解決咯。獲得傑青嘅仲有佢，8歲就患上肌肉萎縮症，要以輪椅代步嘅劉曉峰。雖然身體狀況唔好，但係佢都冇放棄，堅持完成會考。喺06年考上理工大學嘅電子計算學系，上年更加以甲級榮譽畢業。劉曉峰以自己嘅經歷去鼓勵年輕人。人生最緊要就係跌翻嚟，跌咗落去爬翻起身。因為好似我咁困難，我哋一樣冇放棄到，最終必定有成果。所以受到挫折都唔應該係沮喪嘅，應該重新振作，努力向上。劉曉峰深信資訊科技可以改善人嘅生活，而家佢喺大學入面進行科研工作。佢話希望用短暫嘅生命研發多啲電腦軟件，去改善傷殘人士嘅生活。其他獲選傑青嘅人士仲有港隊代表乒乓孖寶李靜同埋高禮澤，推動環保嘅港大副教授梁美儀，眼科醫生梁裕龍，環保人士盧思平，結直腸外科醫生吳少文，歌手謝安琪，仲有服務長者嘅社會企業負責人黃卓健。ONTV 東方電視記者布廷恩報道。